好来，乡亲啊，今仔日继续受到风面的影响，这个北北基顶17个县市是来发布着大雨特报。台南甲高雄达到豪雨的顶级，啊，那屏东县更加是这个大豪雨的这个顶级，尤其是屏东的西子乡到早起的10点，这个累积的雨量都高达288毫米。虽然这个下晡雨较无遐大咯，但是一直到明仔载，拢要伫方面影响的范围内，天气拢真无稳定。乡亲出门爱早雨码雨伞，出入山区爱严防雷击甲溪水涨大水。这款的大雨，毋是讲落一就停啊！南台湾的民众哪听雨声哪困。方面来，台湾会当讲是泡伫水内底。对热带风波图来看。落雨信号对半暝开始就愈来愈强，高雄屏东地区的落雨信号愈红啊。到透早10点的累积雨量，屏东西仔乡288毫米，高雄前镇276毫米，屏东邦山275毫米。气象局特别针对屏东发布大豪雨特报，湘北、基隆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县市拢有大雨。特别是今天的上半天，看起来雨势上都会比较明显一点。那入夜之后呢，比起白天来讲，有机会稍缓，但是还是不稳定。那明后2天的天气还是不稳定，大家不要因为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轻忽掉哈。大雨一时啊落足大，小雨一个，迄是甲你骗的。因为对温度来看，台湾拄着对流包排队连线进攻，这就是无稳定的所在，脚步阁特别慢，所以小雨一个啊就阁落啊。到摆是进前拢安尼，所以雨伞是莫收，这2天爱注意天气。